從美國金門大橋嘅霧到廣東城市嘅悶熱，從地震發生嘅瞬間到颱風來臨前嘅徵兆，從加州陽光到廣東颱風，從美國加州嘅灣區到中國廣東嘅大灣區，我喺中山第一次親歷超強颱風。我喺美國經歷過多次地震嘅瞬間晃動，亦都習慣咗加州永不缺席嘅陽光。但當我決定移居到中山，有位老中山嘅人曾經半開玩笑咁提醒我，佢話你要見識下我哋呢度嘅超強颱風先夠地道。我當時不以為意，心想能夠有幾厲害。今次終於有個超強颱風華加莎直撲廣東，就讓我睇下佢嘅威力。颱風嚟之前一日，天氣嘅異常，天空唔係普通嘅陰天，而係一種渾濁嘅泛住黃銅色嘅灰蒙，天空一絲風都冇，係一種令人窒息嘅悶熱。呢個就係所謂暴風雨前嘅寧靜吧。嚴陣以待，喺颱風嚟之前幾日，我嘅手機就開始陸續收到由中山市政府各部門發佈嘅颱風預警信號。若果你想收到中山政府發佈嘅消息，你可以喺手機微信上搜索及關注中山發佈呢個政府公眾號。隨住颱風路徑越發清晰，預警信息唔止告知預警等級，仲會詳細列出核心建議同點樣做好防風嘅措施。另外，傳統媒體亦都同步呼應，本地嘅電視台同埋廣播電台，例如中山廣東話電台 FM88.8，都會實時插播最新颱風嘅消息。對於唔擅長使用智能手機嘅長者嚟講，呢個至關重要。社區方面，我哋小區嘅物業管家亦不斷咁喺業主群裏邊發佈預警信息。我屋企小區嘅管家最近仲好語重心長咁喺微信上同大家講，佢話大家唔好嫌管家煩。管家再提醒一次，本次颱風特別危險，然後就詳細提醒我哋要做啲乜嘢防禦準備，又話俾我哋知，如遇緊急情況，可致電佢哋24個鐘頭有人值班嘅熱線電話。呢一切嘅安排都令我呢個新移居嚟嘅外地人感到好窩心又放心。當颱風預警升級到紅色或以上嘅時候，政府會發佈非常明確嘅5停指引。5停即停課、停工、停業、停市、停運。呢個係應對極端天氣嘅終極措施，目的係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保障安全，所以非必要就唔好出街啦。停課，所有學校一律停課。停工，除直接保障城市民生嘅特殊行業，如水電、燃氣、通訊、醫療、環保衛生等，同必須喺崗嘅應急搶險人員外，所有用人單位全面停工。停業，所有商場、超市、餐飲、娛樂場所等停止營業。停市，各類批發市場、農貿市場等停止集市活動。停運，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車、船、出租車、網約車全面停運。高速公路同埋橋梁隧道會根據情況封閉。5停指令具有好強大嘅社會約束力，一旦發佈，整個城市彷彿就禁態咗暫停制一樣。呢種全社會嘅協同，高效咁將所有人保護喺安全嘅室內，體現咗生命至上嘅原則。除咗傳承5停之外，政府嘅指引亦都細緻到生活嘅方方面面。對戶外物品，反覆提醒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風吹動嘅搭建物，如廣告牌、空調外機、陽台花盆，又提醒要檢查門窗等。呢個就係點解你會睇到全民貼膠帶、搬花盆嘅景象。睇住鄰居們用米字形膠帶加固玻璃窗，呢門傳統手藝讓我呢個新手都不得不學習跟住做。對避險安置，會提前開放全市嘅應急庇護場所，並公布詳細地址同埋聯繫電話。對安全出行，強調人車勿近，如地下車庫、低窪地帶、河邊、邊坡、樹下等。對居家生活，建議儲備至少1到2日嘅食物、飲用水同埋藥品，準備好手電筒、充電寶等應急物資。所以如果你去到超市採購，你會發現貨架上嘅好多貨品，好似大支礦泉水都被一掃而空。另外搶手嘅當然係用嚟貼窗嘅膠帶。我平時都中意喺大型超市嘅網上平台採購。喺颱風嚟之前2日，我就已經買好所需嘅食物，快遞員就送到我屋企門口。但係後來想多買啲食物，喺颱風嚟前1日想落單再多買，就發現唔少貨品已經俾人買晒，而且因為太多人喺網上購物，冇足夠快遞員送貨。
所以我用開嘅大型超市平台，好似盒馬同 Walmart，都喺颱風嚟前一日嘅中午左右就暫停咗佢哋網上購物嘅服務。另外，中山水務局建議市民提前做好適當儲水準備，所以我利用咗我平時唔需要用到嘅升級盤去儲水，又喺冰箱嘅冰格處存放咗些冰磚，以防萬一停電嘅時候，可將冰磚放入冰箱內，幫助保持冰箱嘅溫度耐一啲。另外，有建議話，即使關好所有窗，單位內所有門，例如睡房門、廚房門、廁所門，都要關上。原因係空間越分隔得細，越唔易被吹爆窗。窗簾亦要關上，因為萬一爆窗，亦可減少被玻璃整傷嘅機會。仲要時不時檢查窗及陽台門有冇漏水，衛生間嘅抽氣扇有冇漏水等。風眼時刻，颱風正式登陸。呢場颱風冇乜行雷同埋閃電，我家關上所有門窗嘅時候，聽唔見啲咩聲音。但當我打開個小窗嘅時候，咁颱風聲係立體嘅，係暴雨聲，係颶風聲，仲有係喺風轉方向嗰陣撞擊建築物嘅轟隆聲同玻璃嘅震震聲。我唔敢靠近窗戶，只能透過膠帶嘅縫隙睇出去。外面嘅暴雨唔係向下，而係被風擰成一股股白色嘅水霧般橫住抽打一切。高大嘅綠化樹像醉漢一樣瘋狂搖擺，路燈嘅光暈喺雨幕中化作模糊嘅一團團。風雨過後，歇過一兩日嘅風雨，今日就漸漸平息。我走出屋苑，一股混合住泥土同埋斷枝嘅清新氣味撲面而嚟。眼前嘅社區一片狼藉，但係充滿咗活力。倒梯嘅樹枝被物業公司職員迅速清理，路邊有啲仲未能夠及時清理嘅廢物，有破損嘅招牌，但係早餐店嘅捲閘門已經拉起，腸粉嘅蒸氣依舊濃濃，大家又迅速恢復咗日常嘅生活。呢個超強嘅颱風對中山嘅影響，好彩冇我想象嘅嚴重，更冇乜嘢停電或者停供水嘅情況。詢問過一啲本地人，先至知原來中山平時停電嘅機會係非常少嘅。比起我喺美國加州灣區生活，差唔多每年都有好幾次停電嘅情況，而且好多時都並唔係咩天災所導致嘅。呢個的確令人感到好費解。颱風唔似地震咁樣突如其來，無法預測。颱風有佢嘅路徑，人們有時間準備，共同面對，然後一齊收拾殘局。美國加州灣區除咗地震，近年山火野火都非常嚴重咁影響當地市民嘅生活同埋空氣質量。呢啲災害嘅特點都係突發性、不可預測嘅，來得好突然，令人不知所措。廣東大灣區雖然每年都有好多颱風，今次已經係中山今年嘅第18個颱風，但係可預測嘅，可讓人有充足時間去防禦嘅。我好懷念北加州灣區全年都唔太冷唔太熱，藍天白雲嘅天氣比較中山春天嘅潮濕同埋夏天嘅超高溫確實有好大分別。我一向好怕熱，之前我好懷疑自己係咪可接受到中山嘅高溫，但係唔經唔覺我喺中山已順利過咗我第一個夏天。雖然我仍然係覺得中山嘅夏天太過熱，但你會發現總不難揾到啲方法去面對嘅。作為生活喺兩地嘅我，明白冇一個絕對安全同完美嘅地方，只有不斷適應環境。無論點樣，我哋對生活嘅本質就係對安全嘅渴望，對社區嘅依賴，對未來嘅希望都係相通嘅。灣區智慧生活係100%非牟利及義務嘅組織。我哋嘅網址係 newoverseaschinese.com， 電郵地址係 newoverseaschinese@gmail.com， 亦都請訂閱我哋喺 YouTube 及小紅書嘅頻道，持續關注大灣區生活指南。